外有一个我引导，我要第一名。有很多啦，我知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我要支持你了。对我啥？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妈不懂事，我还要一直这样子的你，为什么？我不要啊！也有更多的是你身上有一股病，但是我一直往直走。我半年没听过你一句怎么抱怨大众点在外面直播是吧？直播在外面，真的比100人的人知道。别想着这家是2个人的，我努力就希望你可以休息，能够休息，安心休息。本来孩子是2个人的，一起养家，谁都有经历波折的时候。我吵架了，你工作；你不顺的时候，我工作，这是正常的。2026年我们都要健康平安，好吧？别想多了。我以为你做啥了？对了，不怎么了啊。好，就这样。